7月14日下午，参加完锡林浩特市阿尔山奥包那大墓之后，我去附近的牧民朋友家中，与他们刚过1周岁的孩子进行了拍照。这次拍照我没有准备各种各样的好看的衣服，而是用纪实摄影的手法，在他们劳动和玩耍的时候，从旁边进行了抓拍。现在我把拍摄的照片编辑成音乐相册给大家看看，大家说一说，如果你们是孩子的家长，会喜欢这样的拍摄手法吗？Монгол гэрийн хаягаар та нүнгэрт гэж зун болдог ба